台湾的细床包上出名的店鼎泰丰，伊原本是做啥物的？因是做食的，啊，恁敢知影是啥物生意 ？A. 冰店 B. 油行 C. 茶行。你有40秒时间。对吼，伊个真有名。细床包，人床细细细床包。细床包。敢有人知茶吗？敢会茶行？看起来茶行。我第一个想法嘛是茶行，因为茶伊较会配迄个物件，啉茶配小笼包嘛。哎呦，系啊，所以伊是毋是因为伊茶行？所以伊的小笼包，所以出名嘛。结果就是去学迄个小笼包耽误的茶行。你的答案是 C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茶行对唔对？哇！因为吼，我有一个朋友吼，这身躯了后，你跟我讲，无啦，就是我有一次去吃的时候，我有因为看到内底，你有介绍，我给介绍应该是 B 油行，是冰无吼，应该不是冰，是油，是确定是油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油行对对唔对？两行哦，本来是咧卖油的啦，吼。是。啊，因为买啊油的生意无遐尼好，啊是讲若一直卖油吼，生活歹过，所以就决定讲迄个油行做一半就好。另外一边吼，因为上海人吼，因会晓做迄个包啊，吼，做迄个细床包，用足细人床包啊来吹吼，所以因就想讲无来卖看卖，想袂到讲这个生意愈做愈好。尾啊，怎拢无去做油专做包啊？伊拄则讲，因有看到伊迄内面的介绍店的介绍吼，里面讲就是这个代志啊。